大家好啊，我係 Lino 啊，咁啊，最近日元又創下40年嘅新低啦，美元對日元一度突破163啊，換算翻港紙啊，港紙對日元其實都係4.77左右嘅啫。對香港人嚟講咧，其實呢樣嘢都叫做好消息啊，因為其實香港人咧好多時候都將日本咧就當咗個鄉下。禮拜六日飛去大阪食串燒，東京掃貨，北海道睇雪，幾乎咧都有唔少人都會咁樣做嘅。咁啊，日元一弱，咁我哋用港紙就換到更多嘅日元啦。咁我哋去日本玩食買嘢都平咗。咁啊，今日咧同大家拆解下點解日元咧就跌極都唔停啊。咁啊，因為外國人或者叫做啲資金咁啊借日元去炒美股啊，定係因為政府政策有少少決定影響咗咧？同埋最實際嘅問題啊，咁到底會跌到幾時咧？睇片之前記得撳開呢個鐘仔 ，subscribe Tasty Money YouTube Channel， 以後有新片你就會收到通知噶啦。好，首先講核心嘅最大路嘅原因。第一，美日利息差距仍然比較大少少啊。美國利率仍然喺3.5到3.75厘，日本就算加到去1厘啊，而家差距仍然都有2個幾百分點啊。投資者繼續借入低息嘅日元咧，就換成美元嘅買高息債啦，或者甚至係高息資產啦，甚至係攞嚟炒股有啲高回報嘅呢種套息交易咧，一直都對日元咧都造成一定嘅沽壓嘅。咁啊，第二啦，市場開始講呢個高市日元貶值呢樣嘢，咁係咩呢？咁其實最主要係講高市政府希望維持呢個正通脹啦，透過人工增加帶動呢個消費同經濟增長啊，同時推動積極財政啦，擴大支出、減稅、搞基建啊，咁啊都導致咗啲乜嘢呢？咁啊導致咗市場擔心日本本來已經好高嘅債務再度惡化，對日元嘅信心再度下降嘅。第三，結構性資金外流啊！日本好多企業咧，海外盈利咧唔會翻嚟咧，個人亦都透過 NISA 大量買呢個海外資產啊！外資為應對呢個對沖日股風險咧，都會賣或者沽日元嘅。咁啊，再加上中東局勢推高埋油價，日本亦都極度依賴呢個能源進口啦。進口能源佔本國嘅能源咧消耗總大概超過90%嘅，再進一步咧加重咗呢個日元嘅壓力。市場上亦都有人講到啦，外國人借 yen 咧就去買美股啊，呢個就係套息交易嘅重點啦。投資者用好低嘅成本嚟買或者借 yen 啦，轉做呢個美元之後咧，然後買美股或者美債，賺緊呢個利差同埋資產升值嘅。呢批資金一直都係美股重要嘅流動性來源之一嘅。日元越平或者越弱，呢種交易咧亦都越有吸引力嘅。咁相對嚟講，風險都會比較大少少嘅。咁啊，如果日元突然大幅升值咧，例如日本央行加快升息啦，政府大規模干預，投資者要還嘅錢就自然會變多，利潤亦都可能唔夠填補差額嘅。咁啊，呢啲倉位亦都會被逼平倉賣美股，買翻啲日元還錢。呢一類資金咧，都當然咧，理所當然咧，日元越低，就當然越好啦。日本政府同央行嘅立場咧都比較有少少矛盾嘅。政府方面咧優先想支持經濟增長啦，寧願容忍一定程度嘅日元貶值。央行亦都要平衡翻輸入性通脹同埋經濟穩定嘅，所以咧加息步伐咧亦都比較相對嚟謹慎啊。最近咧雖然有口頭警告啦，同埋實際嘅輕微干預啦，但係咧效果咧都比較有限少少嘅。不過最大問題咧應該都係通脹㗎啦。日本過去好多年咧都希望見到嘅有一個良性通脹喺度，人工加，消費咧亦都會變多，咁啊企業亦都比較敢加價，形成一個可持續嘅良性循環。但係而家咧日元弱勢帶嚟嘅咧更多係一個輸入性嘅通脹，成本俾人推高咗啦，但係需求咧同埋人工咧亦都未必跟得上啊。呢種通脹咧其實對日本本地消費啦同埋一啲非出口嘅企業咧都會比較傷害得比較多少少。咁到底會跌到幾時咧？短期嚟講咧，日元咧亦都會比較偏弱少少嘅，因為咧其實咧美日嘅利息差距咧都未明顯收窄啦，加上高市政府咧亦都比較偏向積極財政啊。但係咧中長期嚟講咧要睇2個關鍵因素，一係美國有冇明顯嘅減息嘅機會啦，另一樣嘢就係日本會唔會被迫加快加息啊，同埋採取更強硬嘅動作咧去壓制呢個輸入性嘅通脹。如果呢2個條件咧其中有一個咧出現咗咧，日元咧先有機會反彈，到時咧去日本就會貴翻噶啦。對我哋香港人嚟講咧，而家最實際咧就係趁平去玩多幾次啦，或者提早計劃行程嘅。投資方面，如果有美股嘅，記得要留意呢個套息交易嘅平倉風險。咁你最近有冇計劃翻鄉下，定係覺得去日本已經平咗好多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經驗同埋睇法。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啊！我哋下次見。多謝你睇到嚟呢度啊！記得撳埋呢個鐘仔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Tasty Money 港股直播室，將賺錢變得輕鬆簡單。